再来看亚太经合会 APEC 伫秘鲁举行，一寡南美洲国家，亲像是巴西、智利、甲秘鲁，因主要的贸易伙伴已经毋是美国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来参加 APEC， 嘛出席当地中国企业深水货运港自开港的开幕仪式。 港口咧做最后准备，要伫11月14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开幕仪式。伫秘鲁首都利马西北边78公里的深水货运港自开港，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伫南美洲的代表性建设。 En China, que van a reducir 10, 15, 20 días, dependiendo de la ruta, lo que hoy día se hace de forma normal. La otra cosa es que va a permitir, y por eso nuestro comentario, nuestro objetivo es convertirnos en el Singapur de América Latina, de forma tal que la carga portuaria pase por aquí cuando vaya a Asia. 自开港是中国上大的国有航运企业中管集团以海资公司投资超过13亿美金，差不多410亿台票开发的大型深水港。经过5年建设，港口第一阶段完工4个码头，最后会有15个码头。港内设有27台专用的吊车，也有40台自动驾驶的车，对提高运输能力、高降低物流成本有帮助，也可能帮助部分南美洲国家货品出口，缩短航程甲运输成本。过去为巴西、智利到秘鲁等南美洲国家被叫做花火后院，即马主要贸易伙伴已经毋是美国。路透分析，特别中回北京的川普会发现家己已经输去甲中国伫当地贸易战，不过当地居民认为基础建设爱搁加强。Todo el pueblo del Cono Norte no tiene agua ni desagüe. Hablamos de 15, 18,000 pobladores que no tienen nada a través de toda su existencia. ¿Qué tipo de servicio le podemos dar si tenemos un hospital que ya está colapsando? No nos hemos preparado, ni en la costa ni en la sierra.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秘鲁甲中国的贸易额去年已经超过甲美国163亿美金，而且中国为能源甲矿产投资南美洲真侪产业。经美国贡献，高级外交官指出，除非美国用更较有效的新手段，将南美洲的区域经济政策列为优先事项，啊，若无这地区会继续滑向中国利益。公视新闻台会前报道。